靈修分享日期2025年3月28日，經文民數記6章1至12節。立誓要做拿細耳嘅人，必須遠離葡萄酒同埋濃酒，唔可以食用葡萄樹上嘅任何嘢，唔可以剃頭，亦唔可以接觸屍體。如果喺起誓期間沾污咗自己嘅身體，就必須透過祭司獻上贖罪祭同埋燔祭。之前嘅誓願期則屬無效，必須重定日子獻上贖罪祭。昔日侍奉上帝唔係一件輕而易舉嘅事，係要有規矩。今日同樣侍奉上帝，亦都要有規矩。呢啲教會規矩，有啲係按照聖經嘅教導而嚟嘅，有啲卻係按照傳統同埋因時制宜而產生嘅，並且目的只有一個，就係榮神益人。因為上帝的國不在乎飲食，而在乎公義、和平及聖靈中的喜樂。凡這樣服侍基督的，就為上帝所喜悅，又為人所讚許。所以我們務要追求和平與彼此造就的事。羅馬書14章17至19節。阿們。